Hello，我係 Leo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埔天鑽15座頂層 E 室，佢係一個3房改2房，實用面積599尺嘅單位，另外亦都設有一個483尺嘅天台。我哋先參觀單位嘅部分，最後會帶大家上去睇埋天台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左手邊係單位嘅廚房。廚房嘅台面呈 L 字形設計。因為係頂層嘅關係，所以樓底會比一般分層高嘅，有3.25米。而露台出面望出去嘅景觀，左手邊會係迎風翠地，可以望到非常開揚嘅山景。客廳左右兩邊都做咗一幅特色牆，而飯廳做咗一組 L 字形嘅收納櫃同埋一張摺疊式餐台。走廊位置可以通往浴室同埋2間睡房。左手邊嘅浴室有窗係一個明廁，設有浴缸。因為戶主係2個人居住嘅關係，所以呢一間睡房就做咗一個雜物房。最後嚟到由2間睡房打通而成嘅主人房。右手邊擺放睡床，而左手邊就擺放咗衣櫃同埋書台。呢一邊亦都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左手邊會向返吐露港公路。呢一邊會有一隻轉角窗，而景觀都係望非常綠油油、開揚嘅山景。最後同大家上嚟天台參觀埋一個483尺嘅天台。天台嘅空間非常好用，我諗就算擺一個20人嘅聚會都冇問題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